第57届金马影后陈淑芳受台南市府的邀请，用了2天的时间，行了真侪台南著名景点，翕了一部观光宣传影片。27日伫富盛大饭店举办首映记者会，现场播送这支由金马影后陈淑芳带路推荐的台南漫游宣传影片。因为我听讲，伫台南，只要你手若摕一支竹签嘛，伫路去行，真紧就变成一支棉花糖。其实台南除了甜味以外，还有一种口味就是慢味。除了宣传影片首映，市长黄伟哲也伫记者会上颁发台南观光大使聘书给淑芳阿姨。今年的台南观光大使拖车个吹嘞！好，我们也先在还有聘书的部分哦。好的，让我们现场的摄影朋友来拍个照啊！感谢我们金马影后淑芳阿姨能够来为台南的观光旅游以及文化深度之旅来站下来帮忙，担任我们的台南市的观光大使。我想，这个对一个即将进入400年的这个文化古都台南来讲，是一个莫大的殊荣。也希望说，借着淑芳阿姨，不仅让全台湾的好朋友都能够更深度的看到台南，认识台南，了解台南，也让许多不管是在华人世界或者世界许多的地方，在亚洲的、在美洲的一些华人朋友们，知道台南愿意这个更深度的来台南旅游。昨天、前天走了那2天的地方，我真的有好多地方没有走过。虽然在台南，情人没有带你来过，没有，但这个。昨天呢，就走到这些，不管是大庙小庙，这真是古迹的了。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这样带着我走。那以后我希望我能够带着别人走，先把台湾的古迹、台湾的漂亮的地方先认识一下。你们要出国再出国，台湾你都不认识，到国外去，什么地方西班牙什么地方那么漂亮，什么铁塔什么，我觉得没有用。没有用的，台湾真的好美。台南观光大使陈淑芳表示，这次来到台南，阁是第一次感受到台南旅游的漫味，非常趣味。较早来旅游，行程拢排得满满。这次在台南的街道当中慢慢散步旅游，感觉非常的舒适。放慢你的脚步，一起来台南找寻你的漫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